经济部长郭志辉今仔日伫立法院访问到欠电的问题，伊是表示讲台电最近跳电的情形含英国内比是无较济，说互媒体报甲袂输，逐工拢有共款。毋过桃园还有台南呢，今仔日也拢传出失电的情形，两县市有上千户的民众受到影响。截至中昼12点外，台南市区停电交通后置设后，甘南区警察指挥交通维持秩序，有饮料店杯仔口无法度封膜。封口机没办法封膜，看他们要不要就是杯子装着，然后这样拿着喝。无法度封膜饮料，真正之旁咧都惊抓出来。伫小食店，民众讲都惊食少的会流汗，才特别挑选有冷气店头，结果也是拄着停电。停电啊！我要内底我要热死啊！要当着规身躯，搁当遮食这烧的。30几度嘿，阮伫遐煮啊老寒啊，苦苦地啊。面店头家原来煮原来热甲流汗，未少民众拢讲热甲挡袂牢。根据台电统计，7日中昼因为开关收购中，造成台南市南区大东路2段、台南市东区大东路1段这所在有1290户停电。台电派人抢修，伫下晡1点03分就来电。暗过7日停电事件毋若一件。透早6点外，碰起卡标线路、高压断线，造成桃园中立龙昌路加北德区中兴路这所在4961户停电。乱七八糟，没事停什么电？睡觉睡不着，热得要命。对最近定跳电停电，有利于关注台湾敢有欠电。经济部长郭志辉伫立会议接受备询，讲出答案。每一年的跳电的次数跟当今来比，现在并没有比较多，现在只是因为媒体的报道。反而好像他每天看到都有个跳电。针对13号起7月27特别度刑，立法院下礼拜会排审协定研究法案。郭志辉是回应尊重立法院决定。这么多的民众有这个期许，立法院他会参考吧？我们就是执行单位，立法院只要通过什么，我们就去执行什么。台湾近一段天用电高峰期，核电陆续度刑，国际大厂超肥甲回答拢想要伫台湾投资，有9个县市咧争取，暗过若要设电厂，拢拄着示威抗议，所以华社区县市既然要按 AI 厂商投资，也希望能协助台电发电成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